大家好，我是嘉辉，今日要来分享我写的台语诗2首。雨，钢琴。第一首雨，雨是天使，雨是爱人，雨是温顺的姑娘仔。当我艰苦的时，伊嘛共款对我好，伊用坚定的声音来安搭我，互我成做一个坚强的查某囡仔。第二首钢琴，钢琴本身就是一个诗人，我用莫扎特的歌曲来弹，哪弹哪像咧写诗，一个音符就是一个字。我甲曲弹了，就甲一首诗写出来。你讲是毋是音乐家拢是一位优秀的诗人？2首拢刊伫咧台客诗刊第31期，2023年2月。多谢大家。